全新美國 Cutera XV Plus 激光儀正式進駐 Excellent Medical。作為 Excel 系列嘅升級版 ，Excel V Plus 結合532納米同1064納米兩種鋁瓦角激光波長及3款專業手柄，全面針對唔同深度嘅血管、色素與皮膚問題，效果更加精準，過程更加舒適。Excel V Plus 採用選擇性光熱作用原理，能精準鎖定問題血管同色素，令其自然代謝排出，同時唔傷周邊健康組織。儀器已獲得美國 FDA 同歐盟 CE 雙重認證，信心同品質都有國際認可。3款專業手柄對症改善。CoolView 手柄設有532納米及1064納米波長，更配備藍寶石冷凍降溫，專治良性血管性病變、色素問題同輕中度暗瘡及痤瘡問題，過程更加舒適安全。Genesis V 手柄可提供532納米或1064納米波長嘅柔和微脈衝，重點改善酒糟鼻同泛紅問題，同時亦能淡化細紋、皺紋，幫助修復疤痕。Dermastat 手柄專門處理較隱蔽同微細嘅血管或色素性病變，精準對付暗藏問題。針對泛紅敏感、色素斑、血管及灰甲等問題，我哋設有4款 Excel V Plus 激光療程，特別適合轉季容易面紅、敏感或者受玫瑰痤瘡、櫻桃血管瘤、荷爾蒙斑及灰甲困擾嘅人士。完成療程，你將會迎來嘅改變：面紅敏感、玫瑰痤瘡有明顯改善。面部唔靚嘅微絲血管及腿部靜脈曲張變淡變細，雀斑、老人斑或者係荷爾蒙斑慢慢淡落嚟，暗瘡減少再生之餘，亦都可以淡化疤痕同暗瘡印。皮膚底層嘅微絲血管收細，改善微細血管擴張，面部白淨滑嫩，毛孔細緻，細紋都平復咗，灰甲問題有改善，指甲更快恢復健康生長。想了解更多相關資訊，歡迎到我哋 Excellent Medical 預約了解或致電諮詢。